你有冇過咁樣嘅感情經歷？好努力去愛、去付出、去改變自己，但係關係總係行唔長久。想親密，但係好容易嗌交；想遇到啱嘅人，但總係失望。你開始去懷疑係唔係自己唔識得去愛呢？我想同你講，唔係你嘅問題，亦都唔係你唔夠好，只係你仲未返到去真正轉化嘅源頭，你嘅靈魂。大家好，我係親密關係療癒師、靈性導師子瑜。曾經嘅我，婚姻都幾乎走到盡頭，關係中嘅冷漠、衝突、無力，讓我一度都以為愛已經唔可能㗎喇。直到我開始返去我嘅內在，進行深度嘅靈魂修煉。15年嘅婚姻，我同我嘅伴侶由互相折磨到重新相愛，由情緒失控到彼此共修。呢一段修煉並唔單止讓我哋嘅愛返嚟，亦都讓我哋見到原來關係其實係我哋最深嘅靈魂修煉場。過去幾年，我透過諮詢、療癒同埋教學，陪伴過超過2000位嘅香港同埋海外嘅學員，走過分手、離婚、出軌、單戀、信任崩潰嘅痛苦，亦都見證住佢哋喺深度嘅靈魂修煉裏邊，重新遇見自己，重建愛嘅能力。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創辦咗靈魂伴侶修煉課程嘅原因。我希望將呢一份深刻嘅療癒體驗同埋愛嘅智慧，唔單止係個別嚟揾我嘅人先可以體驗得到，而係讓更加多嘅人，無論你喺邊度，都可以啟動呢一場靈魂嘅轉化。今次我將呢一套核心嘅療癒方法濃縮成為一套可以隨時隨地修煉嘅線上課程，透過14日嘅練習，養成顯化靈魂伴侶嘅體質。無論你係單身定係有伴侶，呢次嘅課程非常之適合想喺屋企私人空間靜靜地學習嘅你，又或者係想透過持續鍛煉自己嘅思維能量去顯化靈魂伴侶嘅你。課程融合咗靈性療癒、潛意識轉化、引導書寫、能量訓練同埋冥想練習，讓你可以由根本清理你嘅內在阻塞，開啟同靈魂伴侶連結之路。每一個練習都係深入而有精準嘅。我希望做到嘅係唔係大量嘅資訊堆疊，而係一場真正轉化內在能量頻率嘅旅程。課程一共分為4個單元。第一個單元，設立意圖、覺察同埋療癒靈魂嘅創傷。我會協助你向宇宙設立意圖之後通過一系列嘅練習，讓你睇到自己喺親密關係嘅模式同埋防衛，繼而清除阻礙你顯化靈魂伴侶關係嘅有毒信念，療癒根源嘅創傷點，轉化恐懼嘅次人格。第二個單元，學習靈魂伴侶關係法則。我會讓你重新認識靈魂伴侶關係嘅運作，帶你啟動真實表達愛嘅力量。最後第3、第4單元，你可以重複練習，我會引導你啟動靈魂能量，開啟心輪，學習創造靈魂伴侶關係，探索你喺關係嘅靈性目的，教識你點樣同你嘅靈魂伴侶連結，同埋點樣向對象發送愛嘅能量。呢14日嘅練習，你將會明白重複模式背後嘅意義，解開關係入邊嘅痛點同埋卡點，修復自我價值，開啟心輪能量，真正吸引同埋維持一段靈魂契合嘅關係。我係子瑜，真愛係留俾願意看見自己嘅你。邀請你一齊開始靈魂伴侶修煉之旅，讓我哋唔只係愛與被愛，而係活出靈魂最深嘅契合。